头先有讲到一个家门啦吼，我就，但是除了一个条歌之外，譬如讲，可能到目前为止吼，我哋最常唱一条歌，他们阿叔歌差不多点啦吼。啊，因为一条歌同菜体也有亲太嘅关系。其实一条歌喺第三张专写嘅时节吼，第八艺术歌嘅吼，嗰时节写时节，其实冇讲哎呀，写条歌写出来，听到变成讲最多人认识嘅歌嘅吼，其实冇安尼想。主要係限喺都講，因為一個藝術個差不多點吼，即個係從細時節吼，都開始睇下點嘅地方，譬如買一個細細粒嘅景感嘅糖嘅吼，佢他咁冇買個錢咯，所以咧，我哋差唔多景感嘅吼，但最主要如果我哋平常我走到一個點門頭去交流吼，因為你係即個木卡冇嘢嘅嘛。啊，一個太陽山人吼，就係甲白蓮沙，明日吼就差唔多下豬頭，洗頭做好咧，全部喺條樹個門口坐了。一個事情其實明日就看到，所以我清長嘅時間吼，並冇特別講老一下一條歌嘅吼。不過有一擺，我對台北歸來嘅時間，你下台台北做事。我如果一天要經過阿蘇個差不多點，在東也不卡。我遠遠行下來嘅時節咯，我就看到一個 super 棒妹啊，人家說，你話呢頭那路淡出來哦，細個淡啊睇路看呢，反正萬人歸來啊，我遠遠都睇到，萬人歸來啊呢吼，啊，參我行行嘅時節，伊講，阿文啦，阿文哦，阿文啊，有啲。你特別過來，我講係啊，吼，哇！原來一幕的時間吼，一時間相當嘅感動咧，木子強強要跌下來啊！所以我都轉一下，因為阿叔講差不多戀愛不卡冇嘢咧，吼，我都轉到不卡。我一步我都想講，哇！個台北同七家新比哦，千無相同嘅路也嘅部分，哦。我哋講菜體嘅人情，按多年咧，有條 super 版面係全部認識。啊，但係咧，轉到其他地方，真會有啊那個樣講關係啊，所以我就決定寫一條歌嘅，其實一條歌寫幾句，寫幾啊張嘢，因為有想法，有統計上去寫。但是阿叔哥差不多點有幾多東西可以寫，所以我寫清楚，幾千則詩啊呢。但我目的係寫條歌呀，所以提幾下張嘢當中哦，慢慢的在調整，慢慢的感受，慢慢的感覺冇需要嘅東西，最後將寫出一個歌詞。所以太不會處理歌詞的事情了，但係後來一方面係因為講一條歌我聽到寫比好。這是寫到一個精神，所以花很多時間。啊，確實後來這個幾滿意嘅效果嘅，就係大家談到嘅阿叔哥差不多點。